好，咁呢個堂課錄嘅解答題部分啦，係啦。咁第一條咧喺等差數裏邊知道 A1、AN 及 SN 及 N， 咁有齊晒呢四個字母嘅公式咧就呢條啦。SN 等於 A1 加 AN 再乘 N 除2，係啦。咁你解嘅時候就由呢個公式出發啦。好啦，咁代翻 SN 落去啦，7、9、8。A1代翻落去啦，6 AN 係78啦，再乘 N 指導除2，好啦，66加78就係84，84除2就係42，係啦。所以 N 係7、9、8除42，咁除一除啦，咁你發覺係19。好啦，咁第 B 一條啦，一樣啦，都係由嗰啲公式開始啦。由 xn 等於 A1 加 AN 再乘 N 除2，咁 xn 係幾多咧？88，A1 係20，AN 係54，乘 N 字除2，咁你除一除啦，88，20加54等於74，74除2就37，咁你發覺 N 等於8除7，37，咁就應該24啊！你除一除就知嘅啦，8除37，2倍74，剩翻1400，咁你發覺係4啦，4 7 28，4 3 12 400，咁答案24啦。